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，我亲手为他做了蛋糕，希望他能够永远幸福。没想到，我的儿子和丈夫却在跟别的女人拍全家福。过来看看照片。哇，楚楚小姨，你跟我的爸爸好般配呀！好希望你当我的妈妈。木木，不许乱说话。我孙子乱说什么了？楚楚是我干女儿，跟你又是青梅竹马，要不是宋之意横插一脚，你们早就结婚了。楚楚小姨，你以后能不能一直陪着我和爸爸呀？那怎么能行啊，木木，你有妈妈的呀。哼，我不要他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他，一天到晚只会管着我。木木，穿成这个样子就出来了。不知道这是见人的场合吗？外面下着大雨，你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拎着蛋糕还要牵着孩子，你让我怎么光鲜亮丽的出现在你面前？还是说，你压根儿就不想让我出现在这里？妈妈，今天可是我的生日，你能不能别来找晦气？还有你这个蛋糕，恶心死我了！我才不要吃！看楚楚小姨买的慕斯蛋糕，比你这个高级100倍。够了，木木，不许再乱说话。把夫人先送回去。是。不用你送，我自己会走。你知道我真的爱你，没人能比拟。妈妈，我们是不是没有地方去了？之意，哥，宋慕白，你怎么来了？之意，过了这么久了，你还是不愿意原谅爸吗？爸现在病得很重，他很想你，万盛也需要你。有你还不够吗？我只是养子，之意，你才是爸的亲生女儿啊！外面冷，要不先上车吧？好。哎，你别太惯着他了。你每个月给他那么多钱，他要什么样的衣服买不到，还故意穿成这样，来这儿给你丢脸。您真是有福气，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儿进门，夫妻感情也好。什么福气？他宋之意要不是看中几年的钱，怎么会嫁到我们顾家？还有这事儿呢？前2年几年生意一落千丈，宋之意人都不见了。后面多亏万盛集团的支持，公司才有了起色。结果那女人又巴巴的跑回来，不是为了钱还能是什么？把衣服拿去给他，衣衫不整的像什么样子？是。今年知意姐要跟你离婚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得改口了？离婚，他是不可能跟我离婚的。
是啊，宋之义出身卑贱，和顾总可是云泥之别，能嫁给你，那是享了8辈子的福了。哼，说不定啊，他出门就后悔了。来，我们继续玩。等几年回了家呀，宋之义估计早就站在门口战称望夫石了。顾总，夫人带着小小姐上了另外一个男人的车。你说什么？大出血了，赶紧叫你家人啊！今年我在医院呢。之义姐，是你啊！几年答应今晚陪我一起吃晚饭，正在洗澡呢。你好好生吧。之意。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爸在海城理疗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说，他知道你要回来，一定会特别开心的。先送我回顾家吧。糖糖先天体弱，有哮喘，我回去给他拿药。啊，好。另外，你找人帮我收拾下行李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是顾太太了。少爷回来了。宋之义还没回来吗？夫人提着东西离开了。哼，他又在耍什么手段？今年他先是狐媚勾引你，现在又和外面的野男人纠缠不清，这样的烂货，你还是趁早跟他离婚，别耽误你的名声啊，影响和万盛集团的合作。爸爸，我好痒啊！哎呦，我的乖孙怎么了？哎呀，乖孙你怎么了？快让奶奶看看！哎呀，过敏了？这怎么会过敏呢？夫人对小少爷的饮食一向是很严格的，是不是吃了什么原料不明的东西啊？爸爸，你别怪楚楚小姨了，是妈妈让我的抵抗力变差的。我给小少爷去涂药啊。没事儿啊。宋之义这个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孩子都带不好。孩子都过敏了，宋之义连电话都不接，有他这么当妈的吗？几年，不如今晚我留下来照顾木木吧。不如今晚我留下来照顾木木吧。楚楚，你安心留下。如果之义回来看到楚楚不太好。你别忘记了，她就是为了你的钱才嫁给你的，她敢说什么？只要我在这个家，那个女人就算是跪着求着要回来，也别想再踏入这个家门一步。谢谢干妈，还是你对我最好了。楚楚小姨，为什么爸爸每天都在工作，我们都不能出去玩啊？还不都是因为你妈妈这些年啊，一直都被几年养着，什么也不会干。同样是姓宋，你妈妈跟宋家那位千金还真是天壤之别呢。欢迎小姐回家。之义，你和顾景年真的彻底结束了吗？之义，把你交给我，我发誓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我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
曾经，他高兴坏了，精神也好了很多，还要我为你准备了回归宴。需要这么隆重吗？需要啊，你很久没有露面，对外的说辞是留学深造，所以需要一个很正式的亮相。到时候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你成为万圣的继承人。我不需要这种虚名，就当是为了爸的愿望，好吗？志毅，你要不要先跟爸视频一下？他真的很想你。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他。行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万圣需要你。我和爸也需要你。嗯。木木，快来！小姨给你叫了你最爱吃的，还是小姨懂我，我最爱吃这些了。好啦，菜都齐啦，开饭喽！锦年，你听说了吗？宋家的千金，那位被誉为全球最年轻的华尔街操盘手，即将学成归来，听说将会全面接管宋氏集团的庞大业务呢。啊，后天就是他的回归宴了，干妈特意嘱咐我，希望我们能一起出席。你觉得我穿这件礼服怎么样？王妈，你去问宋之意，到底闹够了没有？他还知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？好，我打电话问问夫人。爸爸，我胳膊疼。怎么回事？妈妈总是看着我写作业，写到凌晨。要是我不写的话，她就打我。他还对你动手？虽然这伤是楚楚小姨故意弄的，但是老妈训我也是真的。楚楚小姨说了，只要妈妈不回来，我就可以不用写作业，跟她一直玩。诗怡姐怎么能这么对木木呢？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夫人，您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快撑不住了。王妈，我不回去了，以后顾家的事来，兰娜，都与我无关。联系上他了？啊，联系上了，可是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太太说他不会回来。我给他道歉的机会，既然他不识相，那就永远都别回来。宋之意，我就不信你能放得下顾太太这个身份。果然，他还是服软。锦年，我做的饭好不好吃啊？饭是你做的？对啊，惊喜不惊喜啊？我第一次下厨给你做饭，手指都被划破好几道口子了。
顾总，您叫我。我太太中午有送饭过来吗？太太今天她还没来公司。晚饭我已经吃过了，今天你不用给我送饭了。离婚协议已经传真给你了，看到了吗？宋之意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和楚楚要是有什么，早就有了。你一次次拿离婚威胁我，有意思吗？签完字我会去拿。宋之意，你当了这么多年家庭主妇，现在跟我离了婚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带着堂堂2个人去流浪街头吗？离开你，我们只会过得更好。顾总，马上去给我查宋之意他人在哪儿。是。哇！妈妈快看，小姐，这是老爷专门请名家为您和小小姐设计的礼服。小姐，老爷说这是您最喜欢的那套祖母绿项链，还有新到的钻石耳环。小姐，这是为小小姐准备的礼物，专门从巴黎空运过来的。哇塞，爹爹，这里是哪里呀？慕白，你回来了。叫谁呢？叫这么亲热。爸爸。看来你们在这儿的日子过得不错嘛。托你的福，你是来拿离婚协议给我的吗？怎么，现在傍上新的大叔，就这么快想甩了我？宋之意，谁给你的胆子？难道你找的这个男人能比我还有钱？你在顾家衣食无忧，不用风吹日晒，你知道多少人等着这个位置吗？那我就活该一辈子的伺候你们父子2人吗？一辈子给你们顾家当保姆吗？爸爸，不要这样对待妈妈。所以你现在是腻了，迫不及待想要离开了。你真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姐，全家人都供着你吗？是他自己不当我妈妈的，给我看清楚了！你不想当，有的是人想当。你如果再不给我认错，以后我就不认你了。你们2个马上从我家滚出去！你管这叫你家？你管这个男人的房子叫你家？宋之意，你真当自己无可替代？想离婚？行啊，我马上就签字。那就请了。顾景逸放下！顾景逸放下！不过你这个协议不算数，协议到底有没有出轨？这可关系到我们之间的财产分配。顾景逸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顾景逸，放开我！我们的爱任你航行，最后只能相知不见。别再让我更狠！是我不小心让碎了一灯火，根本不在。妈妈，最委屈。
你为了大房子，为了钱，就能不要我跟爸爸了？楚楚小姨比你好100倍。我要说了，你跟爸爸分开也好，这样的话，我就能跟着漂亮的楚楚小姨在一起了。什么？闭嘴！你怎么跟你妈妈说话的？既然已经想把我甩了，那还留着这东西干嘛？刚才是谁来了？是小姐的丈夫。刚才什么？之夜，之夜，你没事吧？我10月怀胎，为他们国家生儿育女，没想到父亲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，让儿子都嫌弃我。之夜，妈妈，你还有我呢。妈妈，妈妈，明天的宴会，顾家也会参加吗？会。如果你不想见他，我现在就可以取消他的资格。不，我很期待明天的处分。喂？啊，好。之夜，医生那边打电话说有一个医疗方案要跟我沟通，你跟张秘书先过去吧，我会在晚宴开始前到的。好，你快去吧，爸那边更重要一些，你就别担心我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糖糖，你要保护好妈妈，不要让坏爸爸欺负妈妈啊！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谁都别想欺负妈妈。真乖，走吧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么气派啊！哇，这万盛集团可真大气，不愧是海城第一首富。不知道那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宋氏千金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好，妈，我现在过来接你。妈找不到路了，我去接一下她。看好木木。好。哇，想必这位就是顾太太吧？瞧瞧这气派，这礼服一看就不便宜。真漂亮，真有气质啊！原来当顾太太的感觉这么好。啊，这谁家车呀？好大的排场！这不是宋家的车吗？海城首富宋氏千金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大人物，一会儿可要好好攀攀交情才行。怎么会是宋之意？难道他就是宋氏千金？不可能啊！宋氏千金之前一直都在国外的呀。哎，他旁边那个男的是谁啊？这你不认识？宋家秘书长啊，太子爷和老爷子好像都还没来呢。顾总，夫人带着小小姐上了另外一个男人的车。难怪这么利落就走了，原来是勾搭上了别的野男人。哟，宋之意，还真是你呀！妈咪，你真的像楚楚小姨说的那样，做了别人的小三才能来参加宴会的吗？糖糖，我们走。宋之意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？就算你勾搭上了一个小小的秘书，像你这种不入流的小三，出现在宋氏千金面前，小心被直接丢出去。我劝你呀，还是赶紧滚吧，别丢了几年的脸。你这个真小三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昨天几年折腾了我一晚上，
要了一次又一次，我腿都有些站不住了。你猜这次他会向着你，还是向着我？知意姐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今年我也不知道哪里惹知意姐不高兴了，但她怎么能这么对我？爹爹，妈咪不检点，楚楚小姨就说了她2句，她就打人了。我养了你5年，真没想到最后养出了一匹白眼狼。呸！你以为你每天做饭做家务就是好妈妈了吗？全家最没价值的就是你，连个扫地机器人都比你智能。怎么和妈妈说话呢？糖糖，谁允许你的哥哥动手的？奶奶，妈咪和糖糖一起欺负我。乖孙子，奶奶替你讨回公道。顾老夫人，你搞错了吧？是你的孙子有错在先，凭什么要我的女儿给他道歉？木木是我们顾家的长孙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伤害他的东西存在。道歉已经是很给你脸面了。你不要太过分了，过分！像你这种完全靠几年活着的废物，我再过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够了！大庭广众之下弄成这样，不觉得丢人吗？妈，你少说2句吧。我已经跟他提离婚了。好啊，你要离婚也可以，但是糖糖是我们顾家的血脉。顾老夫人，我已经把你的长孙留给你了，糖糖她是我的女儿，你们休想从我身边带走她。你说知意决定离婚了？这次他是真的下定了决心。虽然顾家那小子有几分本事，但若没有我们宋家暗中扶持，哪里会有今天？从今天开始，万盛取消跟顾家的所有合作。糖糖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全是顾家给你的，你确定你要跟着你这一无所有的妈离开顾家吗？妈妈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干妈，你也别生气，糖糖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情有可原？知意姐啊，已经有了新欢了，我方才还听到糖糖喊她爹爹呢。今年怎么娶了这么一个不知羞耻的荡妇？现在立刻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顾家，不，赶出江城！我要让她扫地出门，净身出户。把我赶出江城，就凭你们几个，恐怕还不够资格吧？更何况这么多年，是他顾景年和林楚楚纠缠不休，该净身出户的人是他。你给我闭嘴！爸爸，你怎么能对妈妈动手呢？顾景年，这一巴掌我记住。我说过，不要再揣测我和楚楚之间的关系。你走开！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要脸的妈妈？你要是不向奶奶和爸爸道歉，我就再也不认你了。你早就不是我儿子。今年宋之意这种女人根本配不上你。楚楚家世好，学历高，又喜欢你这么多年，只有她才配做顾太太。论身份，他林楚楚怎么配跟我比？知意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？苏少，小姐出事了。知意，顾景年找死！你开什么玩笑？谁不知道你是一个无父无母的穷光蛋？要是没有景年，你连认识豪门的资格都没有。就是妈咪，你怎么好意思跟楚楚小姨比？干妈，知意姐就是爱面子吧，你别跟她计较了。知意，立刻给我妈道歉，也可以说服她原谅你今天的事。痴心妄想！景年，
像宋之意这种冷血无情的女人，堂堂要是养在她身边，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。以后就会像她这个妈一样，做人家的小三，我们顾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你要干什么？来人，将小小姐带下去。没我的吩咐，任何人不准放她出去，尤其不能让她见宋之意。我看你们谁敢！妈妈，我今年堂堂她是你的女儿，你知不知道她有哮喘病？你这样会害死她的。谨言要是让糖糖跟着知意姐，难道要经常像木木一样，经常挨她的打吗？宋之意，这辈子我都不会让你再见糖糖一面。糖糖，我今年堂堂她是你的女儿。够了！看谁敢动她！看谁敢动他！哥，你快救救糖糖！哥，滚！糖糖，糖糖，是妈妈没保护好你。小陈药，小陈药。知意，你别担心，药已经起效了。你看，他的呼吸已经平稳了。知意姐，没必要吧？一个哮喘病又死不了人。没必要，死不了人。再说一遍试试。宋之意，当着我的面，你敢对楚楚动手了？啊！你怎么？你还想动手打我吗？顾老夫人，我再警告你一次，你不要低估一个母亲的底线。你们谁要再敢动我的女儿，我就让她偿命。你冷静点，糖糖不是没事吗？疯了！我看他是彻底疯了。疯！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。今年看到没？这就是你要娶的媳妇儿，不仅对你不敬，还敢对我动手。妈妈，糖糖，糖糖，对不起，是妈妈没能保护好你。今年既然知意姐已经找到了新欢，我们就别打扰他们一家三口了。一家三口？对，爹爹，我亲眼看见妈咪和这位叔叔手牵着手走在一起，一副很亲密的样子。宋之意，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。解释？顾锦年，刚才你的亲生女儿差点死在你面前，你要让我给你一个解释？爹爹，这位叔叔看起来很有钱啊，妈咪已经看不上你的钱了。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你难道忘了今天是参加谁的继承仪式了吗？还是说你这个顾家大少爷已经糊涂到连自己的合作伙伴都不认识了？合作伙伴？你指的是这位，就是我们万盛集团真正的继承人宋之意。啊！笑话！宋之意不过是我们顾家的一个弃妇，他怎么可能是万盛集团的继承人？知意姐，我舅舅可是万盛集团的经理，要是让他知道有人冒充万盛千金，你和这位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这点无需你担心。楚楚的舅舅可是太子爷的心腹，你要是敢得罪楚楚，那就是得罪了太子爷，到时候整个江城都容不下你们。够了，母亲！知意是我的妻子，也是木木的妈。野鸡就算披上凤凰毛，也进不了祖祠。当年要不是宋之意怀了木木，我们顾家大门他能进吗？好，你们顾家人果真都很好啊。知意姐，你们还是快出去吧，要不等我舅舅来了，我也救不了你们的。我倒要看看你背后的靠山究竟是谁。既然如此，我给他5分钟的时间，反正他今日来与不来，都要滚出万盛集团了。
林总不好了，楚楚小姐刚传来消息，有人在宴会上搅局，冒充万盛集团的继承人。什么？他们是疯了吗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走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不长眼。顾景年，你以为没有知意，你顾家能有今日的地位吗？我儿子是靠自己的能力才得到万盛集团董事长的赏识，跟宋之义有什么关系？父亲他若是早知道顾景年是如此忘恩负义之人，绝不会助他平步青云。装腔作势哦，我知道了，知意姐，你是不是想从景年这儿多捞点钱，所以才得这个男人来捣乱的？你要钱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会让景年给你的。妈咪，你这么做好丢人啊！宋之义，跟我回家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，何必闹到这种场合？这种事情就是，哎呦，这么大，何必凭什么坐在那儿？真是不要命了！宋之义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这个位置不是你能坐的，马上跟我回家！我为什么不能坐？宋之义，这个位置是给未来万盛集团主子坐的，就算你勾搭上一个小小的司机，你也没有资格坐上这个位置。这个位子就是我。别可笑了，你一个在我们顾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的蛀虫，说自己是首富千金。宋之义，你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了，马上跟我回去！知意姐，你就听我一句劝，赶紧带糖糖离开吧。万盛集团是你我都惹不起的存在，要是让宋氏千金对景年产生误会，对，我绝不允许你这个弃妇阻碍我儿子的前程，马上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是谁在我万盛集团的地盘上闹事？舅舅，你终于来了。听说有人胆大包天，要冒充我万盛集团的继承人，人在哪儿呢？林先生，就是这个女人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妄想冒充万盛千金。哼哼，只死活的东西！你们给我扒光了扔出去！林经理，你好大的排场！宋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这么多？我把知意的继任宴交给你打理，你就是这么给我办的？大小姐，哎呦，是我有眼无珠认错了人，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宋之义怎么会是万盛千金？他分明……混货！你给我住嘴！林经理，这位林小姐刚才仗着是你侄女的身份，威胁知意滚出宴会，好大的风光啊！你们将林楚楚给我扒光了扔出去！走，景年救我呀！景年救我！大小姐，从今以后，此女与我林家再无干系。今日她已经丢尽了脸面，以后绝不敢出现在您的面前。知意，以后你就是万盛集团真正的继承人了。嗯。知意，你别担心，堂堂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啊！哥，我招糖糖了，都怪我没有好好保护好他。知意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找最好的医生治好他的病，别哭了啊！宋总，我和知意还没有离婚，请你和我的妻子保持距离，没资格这么叫他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可能还得在医院观察几日。知意，你都一天没吃饭了，我去买吃的，你好歹吃一点啊。我不饿，我要等糖糖醒了跟他一起吃。
好，那你陪糖糖，我去买2份回来。你怎么又回来了呀？失望带是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我不想看到你。那你想看见谁？宋慕白吗？我听护士说，你一直守在这儿，连饭都没吃，先喝点牛奶吧。以前的事我会补偿你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看到了吧？杯子破了，无法复原。牛奶洒也覆水难收。究竟是因为杯子碎了，还是因为你想换杯子？他是我哥哥！你们有血缘关系吗？没有哥哥会用那样的眼神看自己的亲妹妹。你少用你自己的龌龊思想去揣摩别人。我龌龊？你我二人之间究竟是我龌龊，还是你不知检点？滚！知野，别闹脾气了，跟我回家吧，木木也想你了啊！你以为我是在闹脾气？你以为我是在撒娇逗你玩是吗？你以为我是受你冷落了，在博取你的关注？7年了，顾锦年，我嫁给你整整7年了，过过一天好日子吗？知野，别用这个眼神看着我。你滚出去！不想看见你。你现在正在气头上，等你消气了，我再来找你。没有了，顾锦年。不会再等你了。锦年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楚楚是我的干女儿，拜宋之义所赐，她现在没地方去了，除了来我这儿，还能去哪儿？妈，我问你，当年你说知意是为了钱才和我在一起，还偷偷窃取了公司300万去潇洒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对不起啊，当时你二伯赌博输了一大笔钱，眼看人家就要上门追债，我就想着说，这是楚楚给我出的主意。他说，你这么喜欢宋之义，肯定不会追究的。干妈，你妈，我真的是你亲生儿子吗？当然是啊，你为什么这样问？那你就应该知道，宋之义对我有多么重要。如果知意不愿意回来了，那就当没我这个儿子吧。干妈，他为了宋之义，竟然连我这个妈都不要了！哎呀！宋小姐，海城医院拥有最先进的医疗技术，糖糖的病啊，可能只有那里才能彻底医治，但是什么？医院规定，必须签署保密协议，封闭式治疗，3年内不允许见任何人。好的，我签。你想好了吗？我可听说你丈夫还在江城，一旦签署协议，整整3年你都见不到他了。我早就想好了。糖糖，
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彻底离开这座城市了。只要和妈妈在一起，去哪里都可以。走吧。不可一世，我们总在爱情里死不悔改，选择孤爱之夜，糖糖。如果你以后让我失望了，我就把这个戒指还给你，然后彻底消失，让你再也找不到。我永远不会让你失望，也永远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不会的，之夜是不会丢下我的。忘不掉的，只是离开的。宋之夜，你在哪里？顾景年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通话，再见了，以后再也不见。宋之夜，宋之夜，之夜，人究竟在哪儿？之夜，干什么？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之夜。妈妈，我想上厕所。好，你快去，马上到登机时间了。快去吧。他在医院等你，你到了给我打个电话，有什么事跟我说，知道吗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稍后再拨。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妈妈，我们走吧。宋之夜，宋之夜。顾景年，再见了。之夜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还有脸来找他？可以走了，带着糖糖永远离开了。不可能！是他派来骗我的，是不是？我不相信，我要去找他！还不明白吗？你知道这么多年之意为什么没告诉你他的身份吗？7年前你刚毕业，成立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，和数千个大企业一起竞争万盛集团的千亿项目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你以为万盛集团为什么会把千亿项目交给你这个小破企业处理？整个公司加上你，不过就3个人。真以为你顾景年本领过人，让人求着非要跟你合作吗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之意，他怀着孩子千里迢迢跑到海城去求爸，爸在心疼他。这千亿项目怎么能说给就给你呢？但当时你签了对赌协议，如果拿不下项目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不可能！你别想骗我！父亲不同意，让之意自己做选择。如果把项目给你，那他就离开宋家，自愿放弃万盛继承人的身份。不可能！他怎么会？之意还笃定地告诉我，你绝不会辜负他。之意为你放弃了一切，你又为他做过什么呢？我去交住院费的时候才知道，5年前他难产躺在医院，都是自己签的字。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？
心揉碎泪的光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来找你的。如果你还有一点点良心，就别再打扰他了。 이제 너는 고통의 끝에 부딪혀 지옥에 날 떠. 哎呀，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为什么突然就晕倒了？情绪激动加上胃出血，需要好好的休养一段时间。啊，知意，错了，真的是打错了，你不要离开我。 我求求你，不要这样对我，宋之意。今年你终于醒了，吓死妈妈了！哎，你没听见医生说的话吗？魏书杰，你还要跑到哪儿去呀？放开我，我要去找之意。今年，之意姐已经走了，你还是好好养病吧。 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哎呀，锦年，爹爹，你放开楚楚小姨，你放开楚楚小姨。看在你照顾嬷嬷那么多年的份上，不动你，滚！爹爹，妈咪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想吃她做的饭了。 妈咪生我的气了，不愿意回来了。爹爹，你乱说！我从来没见过妈咪生气。是啊，知意从来没和我生过气，是我让她太失望了。儿子，你要先养好身体，其他的事后面再说。你先带木木出去吧。好。 爸，苦涩甜蜜挣扎，做你的避风港。我的乖女儿总算回来了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总让你担心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 哦哦哦哦！我们糖糖太轻了，还是要多吃一点啊。爸，你快把糖糖放下来吧，看把您累的。陪自己的外孙女有什么累的啊？糖糖，外公带你再转一圈，好不好？好，糖糖最喜欢外公啦。哦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 陆医生，糖糖的哮喘病，放心吧，有的治，我很有把握。太感谢你了，陆医生。宋志毅，老同学这么多，这么快就不记得？ 糖糖有哮喘病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夫人见你工作忙，怕你担心，不让我说。查到他们在哪儿了吗？只查到了去海城的机票，具体在哪里，我们的人查不到。宋家把消息封锁得很严。给我继续查，就算翻遍海城所有角落，也要把人给我找到。是。
知意在哪儿？怎么，顾少这是要抓了我，屈打成招？我是来求你的。哦，知意说你是个从来不肯低头的人，现在来求我，你让我跟知意说2句话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，股份还是钱都可以。你以为我会缺你那仨瓜俩枣？我在江城给堂堂找最好的医生，设备也都是最先进的。给知意最好的医疗条件，你以为宋家做不到吗？你对知意不闻不问7年，现在知道真相，后悔了，就想让他重新回到你身边。你以为世界是围着你转的吗？我很爱他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他。我最后再跟他说1句话好不好？你做梦！7年了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。这么冷淡。哼，宋之意，你该不会以为我还喜欢你吧？我没这么想过，况且我已经结过婚了。我知道，你还给我送过请柬呢，不过我没去。糖糖就是你们的女儿吧？你老公呢？听说你跟医院签了保密协议，3年之内不能够离开医院。怎么，你就打算不见他了？这与你无关。你还是跟上学时候一样不近人情，但是我就喜欢你这个。开个玩笑，别太当真。糖糖的事情呢，你别太担心了，一切有我呢。多谢。顾总，查到夫人带着小姐正在海城医院接受封闭治疗。封闭治疗？是，海城医院的老板是4大世家的陆家，他们家所有的病人都必须签署封闭治疗的协议，否则医院不予接收。治疗时间是多久？3年。马上给我订最早的航班，去海城。最早已是后天了。可顾总，就算您过去了，也见不到夫人，没有病人同意，我们是进不去的。我只是想看看他和糖糖过得怎么样，不会打扰他们。楚楚小爷，你神经病啊！大半夜的吓死人了！我肚子饿了，你起来给我煮碗面吃。你大半夜的吃什么面啊？滚开！别打扰我睡觉！你是个坏女人，我不要你了，我要去找妈咪，让她给我做好吃的。过来，你站好了，不许哭了，不许再哭了，再哭一下我多打一下。你站好了，不许乱跑。妈咪，妈咪，我不要你了，你们父子俩我都不要了，走。妈咪别走，妈咪，妈咪你别不要我，妈咪。哎呦，我的乖孙，怎么了？哭什么？楚楚小姨她打我，她好坏，我想去找妈咪。楚楚她打你？她打我的手，还骂我。
木木可是我的心肝肉，你也配动他？林楚楚，要不是你整天整幺蛾子，我们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看妈，你这话就说错了吧？这些年是谁处处刁难宋之意？要是没有你的推波助澜，我还真没机会整这个幺蛾子呢。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要不是看在锦年的面子上，你以为我愿意喊你干妈？死老太婆，去死吧你！奶奶你怎么了？奶奶你怎么了？顾总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夫人她晕倒了。顾总，现在去医院的路上可能有些堵，我现在为您取消机票。谁说我要去医院了？哦，顾总，我又不是医生，去医院有什么用？去机场。是，顾总。怎么就你来了？锦年人呢？顾总说让你好好养病，他去海城找夫人了。那你来干什么？顾总让我来接少爷说，夫人看见他或许就想回来了。耶，要去见妈咪喽！妈咪，该吃晚饭了。陆叔叔，糖糖，妈妈睡着了。那你先跟外公去吃饭吧，等妈妈醒了，我再带她去吃啊。谢谢陆叔叔。来，慢点啊。柯景年，你混蛋！爸爸妈咪在这儿。爸爸，那个男人是谁呀？先上车。堂堂的主治医师是谁？海城医院是4大家族陆家的产业，主治医生是……稍等我找一下。顾总，找到了，主治医生名字叫陆修。宋之业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怎么样？谢谢你的喜欢，但是我已经有男朋友啦。走吧。宋之业，如果以后他对你不好，你们分开了，下次机会能给我吗？我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一定会有的。一定会有的。小李，去给我叫几个人过来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顾总，你要干什么？带宋之义走。那可是海城陆家。少啰嗦，我让你叫人就快点叫，我给你30分钟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叫你吃饭呀。唐唐和外公已经去吃了，今天就委屈你跟我一起了。不知道宋大小姐肯不肯赏光尝尝我的手艺？医院厨师都下班了，凑合吃吧。没想到你还会做饭。你没想到的事情啊，还多着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先去下洗手间。
之意，你怎么找来这儿了？我不来，难道看你和别的男人卿卿我我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这个医院不是你能进来的，马上出去！出去？走？你现在除了这些话就没别的话想对我说吗？那我应该对你说什么呢？像以前一样，每天给你做好饭，对你温情脉脉，逗你开心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现在就只想带着糖糖过好我自己的生活，离你远远的，请你离开。我，之夜，没事吧？离我远远的，然后跟他好是吗？顾少是吧？久仰大名啊！你跟之意都快离婚了，那他跟不跟我好，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先是宋慕白，现在又是陆修，宋之意，你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惊喜啊？跟我走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在我陆家的医院，还想带我的人走？陆医生，你以为我会什么准备都没有就来吗？之意，陆医生，你的眼里就只有你的陆医生吗？我也在这里，你为什么看不到我？你给我滚出去！又是这句话。顾启年，你这个混蛋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之意，对，我是混蛋。你第一天才知道我是个混蛋吗？以后你也只能跟我这个混蛋在一起生活了。开车！之意呢？被顾景年带走了，我的人跟丢了。他不会伤害之意，先别告诉老头和糖糖。知道了。海城这么大，顾景年会带之意去哪儿呢？之意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马上送我回去！不会放你走，不管是宋慕白还是陆修，他们都别想再见到你，你只能跟我在一起，只能是我。你当初但凡在意我一点，都不会冷落我7年。我之前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心里没我，我只是气不过。我们还像从前那样好不好？我保证，这次我一定会对你很好的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像以前那样。不像以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以后你可以不用做任何家务，但是你可以给我做饭吗？你只需要安心待在家里，做我一个人的顾太太。糖糖，恢复的不错哦，按时吃药，很快就能康复了。这2天怎么没有看到之意啊？他去哪儿了？啊，爸，公司有些急事需要之意亲自去处理，他很快就回来了。哦，之意没事就好。我这2天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啊。没事爸，你放心吧。顾景年那个畜生，要让我找到他，非扒了他的皮。顾景年他不知道，他这样把人囚禁起来，只会让之意离他越来越远。他倒是做足了准备，海城上下我都翻遍了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，连监控都擦干净了。
老头和糖糖你来照顾，知意我来找。宋之意，原来你真躲到这里来了。木木，把饭给妈妈送过去啊。妈咪吃饭了。好啦好啦，菜齐啦，开饭喽！木木，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，我们一家人好久都没有一起吃过饭。等他当出院了，我们一起做饭给他吃，好不好？放我走。木木，拿着碗去房间吃，好不好？好。知意，我可以忘了你和陆修的一切，你也可以忘了我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你相信我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这7年，我一定会弥补你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们不可能重新开始的。你对我做过的一切，我都不会忘掉。宋之意，我这辈子从来没服过软。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放我走！休想！不会放你走，你只能在这里跟我在一起。别这样好吗？顾景年，向前看吧，我们之间已经彻底过去了。想都别想！喂，木木，我是你楚楚小姨啊。你不是我的小姨，你是个坏女人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木木，你想不想你妈妈跟你和好？当然想了，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现在爹爹和妈咪每天在一起，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开心。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。宋之意这么快就原谅你了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我会想办法让妈咪不生气的。我有个办法，可以让你妈妈对你好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可惜我不知道你在哪，没办法亲口告诉你。你电话里告诉我呀，要是妈咪见到你就更不开心了。哎呀，电话里说不清楚的，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就算了。等等，你的头发都长这么长，你也瘦了好多。我知道，这些年我让你受委屈了。我说过，我一定会补偿你，会把最好的都给你，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你不要拒绝我，我承受不住你的拒绝。今年你什么时候带木木回来啊？我不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不打算回来了。在知意愿意跟我回去之前，我都不打算回来了。你为了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你现在连家都不回来了吗？
那里不是我的家。你没必要为了我跟你妈闹脾气。之一，比起你为我忍受的，我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睡吧。九九，妈妈怎么还没回来？我都想她了。只要糖糖把这碗药喝完，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来喝。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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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烫。妈妈哎，你先睡一觉，我告诉你啊。少爷，找到线索了。只能查到小姐手机最后信号出现在这一附近，但是这块这么多别墅，具体不知道是在哪一家。之一有每天早晨散步的习惯，既然我们找不到，就等他主动出来好了。怎么了，少爷？没事儿，可能是我看错了，再找找。是。我找了你好久，你怎么穿这么少就出来了？顾景年，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放我离开？我说过，你哪儿都别想去。顾景年，你把之意藏哪里去了？慕白，是我。之意，你在哪儿啊？之意，你在哪儿？我在。宋之意，你为什么总是学不乖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？我这几年对你不好吗？你为什么总是想要离开我？为什么？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我们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啊！为什么不能？你以前说过不会离开我的。那是以前。赶快去查我给你发的号码所在位置，尽快！是。你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？以前对我漠不关心的人是你，现在你装模作样演给谁看啊？你不喜欢吃这个，那有没有别的想吃的？放我离开！等糖糖出院了，我们一家人再去照张合照好不好？穿上你最喜欢穿的那条裙子。过来看看照片。啊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之意，我只想我们像从前那样生活，有这么难吗？之意，马上就到你生日了，
我去给你买个蛋糕吃吧。以前都是你给我买的，这次换我来。好，那你等等我现在就去买。等一下，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想吃你亲手给我做的。好，你等我回来。楚楚阿姨，你说有办法让妈咪原谅我，到底是什么呀？木木，你妈咪在哪里呀？我妈咪就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，我每次跟她说话，她都不理我。木木，我跟你妈咪以前是最好的朋友，我就跟她说2句，她就不会怪你了。真的吗？但是妈咪有点讨厌你。啊，当然是真的了，你带我去就是了啊。哎，走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拜你所赐，现在整个江城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处，所以我只好来找你。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我好不容易才把你赶出顾家，为什么顾几年还是放不下你？我明明样样都比你强，为什么他顾几年心里都是你啊？你除了出身比我好，还有哪一点比得上我？你现在放了我，我以后都不会再打扰你们的。放你？不，我要让你永远消失。执意那边现在怎么样了？苏慕白他们跑过来没有？顾总放心，我一直在门口守着，没有人过来。看来是我多想了。我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说了，可以放我走了吗？执意在哪儿？你们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可能说的。我跟了顾总这么多年，不可能背叛他的。好，我不会打死你，毕竟你的孩子还等着你挣奶粉钱呢。你们要把我的孩子和老婆怎么样？执意在哪儿？夫人她在。木木，楚楚阿姨，你做了什么？木木，既然你这么爱你的妈妈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们死在一起吧！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！你骗我，妈咪也不要死。等你们都死，景年身边就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也只能选择我。还好没有太晚，我们还有机会重来。知意，之前欠你的，我都会慢慢的弥补。木木，木木，你听妈妈说。妈咪，你终于愿意跟我说话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懂事，我知道错了。既然现在你知道你错了，那是不是以后都听妈妈的话？都听妈咪的。好，那你现在去把窗帘撕开，一头绑在自己的身上，听明白了吗？都听妈咪的。妈咪，我好了。木木，
你听我讲，妈妈现在就把你抱过去，你从窗户逃走，出去以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告诉妈妈，知道吗？不要，我走了，妈咪你怎么办？你放心，你先走，妈妈马上就去找你好吗？那好吧，妈咪你一定要说话算数，下去过后一定要来找我。走。母母，你骗了妈妈这么多次，妈妈骗你一次，你不会过。妈咪，如果顾景年回来，看到的是我烧焦的尸体，会露出怎么样的表情？哎呦，好大的浓烟啊！是不是谁家着火了吧？不知道啊，赶快报警吧！是。木木，妈妈呢？房子着火了，我好怕。那你妈妈呢？妈咪没出来。今年都已经过去很久了，都没有找到知一姐，她恐怕已经……不可能！你放开我，我要进去找她。这位先生，里面已经烧得差不多了，不管是谁都没有活下来的可能了。我们的人已经进去找过了，没有人，很大可能。不可能，他还在里面，我没有亲眼见到他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我亲手做的蛋糕，他还没吃呢，他怎么可能会死啊？怎么可能会死？别他妈拦我！冷静点，宋之意还在里面。冷静点，先之生。意，之意，我发誓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之意，如果你以后让我失望，我就把这个戒指还给你，然后彻底消失，让你再也找不到我。我们还像从前那样好不好？我保证，这次我一定会对你很好的。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之意，我说过，你哪儿都别想去，你只能跟我在一起，只能是我。你要去见他吗？不用了，我们走吧。爸爸，是不是以后我没有妈咪了？锦年，你别太伤心了，知意姐不在了，你还有我呢。他不在，你陪着我。是的，锦年，我会一直都陪着你的。这场火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怎么会跟我有关系呢？干妈让我来照顾你，我刚知道你住在这儿，才赶过来的。不信你问木木。
好，我相信你。锦年，你别太伤心了。锦年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呀？锦年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呀？锦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真以为我不知道那场火是你放的吗？不是我没有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锦年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锦年。为了我好啊！宋之一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你强行把他留在身边又有什么用？但是我爱你啊，我才是那个真正爱你的人啊，锦年。别让我从你嘴里面听到那3个字，让我觉得恶心。恶心？你有什么资格恶心我？要不是你的纵容，我又怎么敢明目张胆地插足你们2人之间的感情？要不是你囚禁了宋之一，我又怎么会有机会害他？给我闭嘴！他明明有机会可以逃出去，但脚上被锁了铁链，就只能活活被我烧死。真正杀死宋之一的人是你！是我吗？就算没有我，宋之一早晚都会离开你。你从来都不相信他，随便谁都可以往他身上泼脏水，你都会信。你说的对，如果没有你就好了。动手吧。锦年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锦年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之一，你真的决定要出国了吗？是，爸，陆医生已经把糖糖的病治得差不多了，我也彻底决定要离开国内。等我安顿好，我就去把你接过来。我的女儿长大了，爸爸永远尊重你的决定。谢谢爸。那慕白，哥他有自己的打算。这些年慕白对你的心意，我不是不明白。如果你打算再找一个相伴一生的人，他会是你最好的选择。爸，哥他值得更好的人，我呢，暂时也不打算考虑感情的事情。好吧，好吧，爸爸也老了，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事情我也不懂了，该怎么做都只能看你自己的了。妈妈，陆医生也对我很好，他天天给我送糖吃。糖糖现在都学会自己选爸爸了。爸，小孩子乱说的。好了，我现在带糖糖回去收拾行李了。走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走吧。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？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呀。如果妈妈回来了，发现这里没有人，她会伤心的。伤心的话，她以后就不肯回来了。可是妈妈她已经……好，爸爸，我跟你一起等妈咪回来。
慕白，我走了。这已经是我第3次在机场送你离开了。一转眼，当初还只到我膝盖的女孩，已经长大成人了。志毅，爸爸在医院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你就安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。我和爸永远会是你的后盾。谢谢哥。走了，拜拜。在这个房间开始，又在这个房间结束。志毅，把你交给我。真正杀死宋之意的人是你！志毅，别怕，我来陪你了。